2024，他现在已经2026年了。拜拜不烧金，只欠集中烧。草木选平日，祭拜派代表线上网络来祭祖，移除只欠之相缴。新政策，你看室内无烟呢，点香一插在外面天空路。还有空拍查那个空污的，有空污。哦，你看插香点一点，然后拜了祖先，然后插在外面天空路，不要插在里面冒烟。室内无烟的啊。哦，武圣宫啊，陈元山庄义和圣堂的北边。武圣宫。哦，圣宫。武圣宫里面，那字都很好看的，毛笔字都很好看，可以拍照辨识看什么字形、什么字体。政策先导。武圣宫全年无休呢。你看，大年初一、今年初二，都还有人来祭拜祖先呢。我姓姜。